耶穌基督嘅生命嗰個嘅重要。原來你就係巴拉巴係咪？真係聞名不如見面啊！百夫長大人，呢個巴拉巴殺死咗唔少你哋羅馬嘅兄弟，今日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啊！呢個劇咧，好能夠透過音樂劇嘅方式咧，將呢個信息去耶穌基督復活嘅信息話俾弟兄姊妹聽，能夠帶出耶穌基督嘅最後嗰個嘅受苦啦，嗰個嘅死同埋復活。在世人看到絕望時候，神的智慧卻在人愚拙中成就。所以呢個係一個見證，見證主自己，但亦都係主就透過你哋嚟到去將主嘅同在、主嘅生命嘅更新，就係大家嘅